今年適逢慶祝國慶60週年啊，亦都今日咧，亦都係我哋為咗慶祝中秋節，咁我哋亦都連同一班義工咧，係嚟到田灣嘅長者屋，同佢哋共同咧就係感受我哋國慶嘅大好日子同埋呢個中秋佳節一齊感受下呢個熱鬧嘅氣氛。咁我哋咧就今日咧亦都係送咗一啲月餅嚟到，咁俾我哋啲長者咧，睇佢哋大家一齊共同享受嘅大好節日。義務工作係目前社區不可或缺嘅一環。市民參與義務工作係出於自發、不計回報嘅精神，實踐回饋社會、促使社會平衡同埋進步嘅重要元素之一。赤柱早前就喺今年國慶期間，剛好舉辦咗一個極富意義嘅活動，名為《義工的心聲》，從小做起，學到老，做到老。透過呢次活動，表揚義工們無私奉獻嘅精神，透過服務，不僅為有需要嘅人士送上溫暖，為建立一個和諧社會作出努力。雖然我哋經過咗即係話雪災啦，同埋地震啦、金融海嘯啦，但係我哋國家係堅強嘅。我哋南區咧，亦都係為咗推廣呢個義工服務咧，由1999年開始咧，每年都舉辦一個南區嘅傑出義工家去嚟到表揚我哋南區個出色嘅義工同埋團體。但我哋好同意咧，即係赤柱嗰個工作，其實佢嗰個方式啊，學到老做到老係好重要。其實做義工咧係冇分年齡嘅，冇分佢嘅能力嘅，呢個係好公平。人人只要有個心咧，愛心出嚟做都係可以。無論係做得幾多，多與少唔係重要，最緊要係一點心咧嚟到出嚟去貢獻。咁所以咧，赤柱嗰個義務工作計劃，我哋非常之欣賞。新中國自1949年建國以嚟60年間呢，從無到有，從貧窮落後到富強昌盛，期間呢，可以話係經歷咗唔少嘅風霜。我哋古人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哋中國嘅領導人同埋中國人民就係憑呢種嘅幹勁同埋信念嚟到建設我哋嘅新中國。我哋今日慶祝祖國60週年花甲大壽嘅時候，我哋更加要心懷祖國、愛國愛港、團結一致，更加建設好我哋嘅香港，為香港、為國家作出貢獻。南區咧，社區裏邊咧，同埋各界咧，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週年咧，係感到非常之興奮，而佢哋亦都咧係舉辦咗各種各樣嘅慶祝活動嘅。咁呢啲咁樣嘅活動咧，喺區裏邊咧係非常之受到市民嘅歡迎，同埋咧嗰個舉辦嘅節目咧活動咧係非常之成功嘅。自香港回歸後，與祖國緊密相連，未來香港喺珠三角區域發展經濟融合之下，將更具有獨特嘅功能，可以扮演重要嘅角色。只要我哋團結一心，和衷共濟，抓住機遇，應對挑戰，進一步發揮香港喺國家發展大局裏面嘅獨特優勢，香港嘅未來一定會取得更加輝煌嘅發展成就。